大家好，我是开门来嗷，我是米希，我是江峰。今日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哲学。唔知大家人敢有听过哲学是啥物物件啊？哲学对于读册也是讲咧做研究的人来讲是最重要，啊，毋过嘛最困难的一个学科。好像江峰即马伊就真认真咧读哲学。袂晓啦，袂晓才会读啊！真难啊！啊，你哪会晓你就免读啊？安尼讲也是有道理。是吼，好，所以今日阮想要甲大家介绍一下，到底这哲学是咧讲什么物件？那讲到读哲学的人，到底是安怎的人呢？咱伫大学内底去读哲学系，咱是爱学什么？啊，咱第一部分要甲大家介绍这个物件。第二部分，阮想要甲大家介绍哲学内底有一个分科叫做政治哲学。啊！大家人可能想讲啊，政治哲学要创哪？要去帮人互人当选吗？用哲学来帮人当选？毋是安尼啦。伫政治哲学内底，咱会去讨论讲，有真侪政治的问题，伊可能是一种譬如讲和平等，也是讲自由有关系的问题。这种问题无遐简单，无啥好想。咱爱去借用这哲学的理论，来帮咱家己来思考这个问题。伫政治哲学内底咧，阮会特别去讲收份言论的问题。啊，若要讲到收份言论，就一定会讲到言论自由。所以，到底什么物件叫做言论？什么物件叫做自由？收份佫是啥物呢？这就是咱今日的重点哦。伫这个西方哲学内面吼，有三大领域。头一个是这个形上学，啊，第二个是这个认识论，你嘛会当讲伊是这个知识论，啊，第三个是这个伦理学。伫这个形上学内面吼，会当分做两科，主要是两科。头一个是这个本体论，啊，第二个是这个宇宙论。啊，伫这个本体论内面吼，就是讨论一个物件的本质是啥。比如讲吼，咱伫咧讨论一个人，啊，咱在讨论人的时阵哦，咱是咧讲伊是一个实体吗？还是一个概念？所以哦，有人会想讲吼，人的本质可能是这个叫做灵魂，灵魂吗？灵魂啊，也毋过这个三魂七魄，这三魂七魄，也毋过这三魂七魄，伊是一个概念吗？还是一个物件？你会当看到，还是会当去摸到？比如讲是一个原子，原子，一个原子，原子嘛，原子吗？原子。所以讲，因为本体论咧讨论本质的问题嘛。啊，真侪问题，其实咱想起来，可能哲学家就敢讲，哦，你即摆讨论的物件，这上表面啊，你无法度真正了解你到底想要问的问题是啥。所以咱就爱来讨论这个物件的本质。譬如讲，你看到的苹果不是苹果，苹果有一个本质，伊是另个。啊，你无解释掉啊！我读语言哲学啊。但红妹讲真正不是语言哲学，可能是。OK。啊，第二个分科就是叫做宇宙论。啊，宇宙论就是讨论吼，这个宇宙的是安怎生成的？啊，人甲宇宙的关系是啥？比如讲，这个伫咧中国古代，古早的时阵哦，啊，人民有啥？人民，人的是人民有，我刚说英文，我刚说人民would think。而且这不是有想是 would think，people would think。对啊，所以人民 would think。伫咧中国古代，人民想讲吼，这宇宙可能是这个五行组成的，金木水土，还是这个气？人的身体有这个气啊，这个世界拢是这个气来组成的。譬如讲，即马其实嘛有人会练这气功对无？啊，你若讲，讲到中国嘅中国这古早的时阵，真正有人咧想这个含气功，有淡薄仔共款的这个气嘛。咱若想看觅你高中的时阵，敢有学过一篇国文的文章，叫做啥？叫做啥？气论吗？唔是啦，什么论文？辩论文啊，辩论文有无？内底就是咧讲气文气的问题嘛。所以其实气，对这中国古早的思想来讲，其实是真正重要的一个概念嘛。这宇宙的元素嘛。
啊，这得失论吼，也是讲认识论，就是在讨论人会当安怎得到得失，啊，啥物会当算作得失。譬如讲，咱若来讨论讲，行过问你讲，啊，你敢熟悉什么物件叫做英语？熟悉啊？你讲熟悉对无？啊，你证明我看你太像英语。啊，我就会晓讲啊。你讲我听啊。就是 A B C 啊。A B C 到家己啊。A B C 啊 ，Apple 啊。所以这个认识论，伊就来讨论讲，你即摆讲你熟悉物件，你要哪个证明？啊，你要安怎甲我讲？我学到这个物件的过程是啥？你学到迄个，到底敢是你本来想要学的迄个物件？这是咱咧讲到得失论内底常常咧讨论的主题。好啊，除了这个，其实即摆当代的这得失论有真无共款的改变。譬如讲女性主义的得失论，什么是女性主义的得失论？刚好简单甲咱解说一下。就是得失论。以前哦，得失这物件可能是为查甫人的定义。查甫人定义来的。啊，即马吼，女性主义者吼，就想讲，是为虾米拢是恁查甫人咧讲呢？咱查某人也是讲，毋是查甫人的人，敢会当来定义啥物是得失？譬如讲，伫这学者内底，有一个人叫做 Sandra Harding， 伊就咧想讲，你作为一个查某人，敢有可能你咧看代志、咧想代志、咧认识代志的时阵，你有一个较特别的方式？这个方式会当来帮助咱去熟悉无共款的物件。好，毋过这个讲法 ，Sandra Harding 家己嘛有讲到，那安尼想，敢会变成是咧强化这查某人和查甫人无共款的所在。当然，无共款无一定是无好，对无？啊，毋过伫历史顶悬，真侪来基识这查某人的原因，因就是咧讲，因为你和查甫人无共款，就是因为和查甫无共，所以你和基识是应当的。啊，所以其实 Sandra Harding 这个学者，因嘛拢咧讲会烦恼这件代志啊。差不多就是女性主义咧社论咧讨论的代志。好，我家己我的硕士的论文就是咧写这个嘛，好，这是无人看。啊，这无人看，我别讲咧，你做人来这心才雄啊，心才雄啊。这伦理学吼，伊嘛会当叫做道德哲学，啊，就是讨论啥物是道德，啊，这道德为倒位来。所以吼，伫这学科内面哦，因会讨论一件代志叫做规范性。是叫做啥物是好的呢？啊，啥物是歹呢？是谁来甲伊定义呢？譬如讲，今日我甲粪扫等伫别人的车顶悬，这敢是一件歹代志？哦，这就真侪讨论的方式哦。可能有真侪人会想讲，这真正需要讨论，甲粪扫等。无需要讨论，无需要讨论。啊，不过这学家就感觉讲，你会感觉无需要讨论，你感觉讲这件就是歹代志，是因为这个规范性，大家人拢已经接受啊。啊，咱敢有可能去想看卖的，有一个另外的可能。啊，这是伦理学真重视的一件代志。啊，伫这个领域内底咧，嘛有一个真这人会讨论的问题，叫做火车问题。什么是火车问题？当然嘛有人讲电车问题，啊，看你用食电也是食无共款的电车，看你是食啥？我讲咱即摆讲火车问题，我感觉顺啦。啊，这火车问题到底是咧问啥？火车问题的意思就是讲，上简单，因为这侪讲无共款的版本。上简单的迄种，就是讲，今日有一台火车，啊，伊停袂落来，要安怎？即马咧，头前有一个人，你若甲摔落，这人互弄死，火车就当停落来。坐火车顶悬的这个人，伊就袂死，就袂出车祸，就活落来。嘿，伊就活落来。啊，你到底是要互火车顶悬的人死去，还是要甲边仔人杀个死咧？啊，上好耍的是安怎？咱头仔讲着这嘛，我感觉有一好耍啊，这咱用头壳的大脑和头壳哦，爱来运动一下。你袂当逐工拢运动，你的身体拢运动你大脑。这火车问题，这火车问题，这火车问题无共款的版本，后来变啥？后来毋知为虾米，除了这人愈变愈侪，愈变愈复杂，佮变成啥？人拢变大口袋。是讲人拢变做大箍嘛，毋知为虾米，所以就变成讲大箍的火车问题。譬如讲你摔落的迄个人是一个大箍的人啊，所以这火车问题，伊会有一种变形，就变成是你敢莫甲你边仔迄个大箍的抬好死？这可能是你本人在思考的问题。毋是啊啦，甲你讲，
真正有一本册，伊的华语的名就叫做《你应该杀死那个胖子吗》。大科德学，大口德学嘛，肯定毋是这个意思啦。毋是我白讲呢，是真正这个德学家有咧想这件代志。来，大家有兴趣的，当去查我头拄讲到这本册啦。这本册伊就是咧，甲大家解释讲什么物件叫做火车问题。伊讲的算简单，我感觉讲就算你毋是专门咧读德学的人，应该拢看有。以上吼就是咱讲到德学的时阵吼，定定讲到的学科啦。除了这个学科以外，头拄咱敢是有讲到，今日咱要特别甲大家解说的，其中一个就是政治德学。政治德学除了是会当帮助咱去了解德学政治内底的德学问题以外，伊嘛会提供咱无共款的武器、无共款的概念和理论，互来帮助咱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学者，伊的名叫做 Andrew Howard。海伍德，海伍德无毋对，安德鲁海伍德，Andrew Howard。伊就甲大家介绍讲，有一个物件叫做叫做基本的意识形态。意识形态，意识形态，毋是生态，我念唔对啊，袂当学我哦，是意识形态。安尼是生态吧？嘿，意识形态变成是意识生态，我变成一个生物学家。嘿，意识形态。这意识形态就甲大家介绍，大家解说讲这物件到底内容是啥？伊分别是咧讲什么物件？咱即摆敢是请江峰来甲咱介绍一个咧？所以头一个吼，咱都会使来讲即个自由主义。这自由主义吼，你都会当为迄个名哦，想讲哦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讲吼，伊真重视个人的自由，要去减少政府对于个人的控制。伫这个自由主义之下吼，有真侪无共款的，要安怎讲分支吗？分支头一个分支就是叫做古典自由主义。这古典自由主义吼，就会想讲吼，每一个人拢是原子式的存在，就是讲每一个人拢是特别、佫自由的个体，所以因就想讲吼，管上少的政府就是上好的政府啦。所以讲吼，政府应当莫去管制伤济即个经济甲宗教方面的代志。甲即个古典自由主义无共款的，就是即个新自由主义。新自由主义吼，因会去较重视即个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，所以因有一个名词叫做放任自由。其实就是 laissez-faire，就是伊的专有名词名词叫做 laissez-faire。刷落来吼，咱都会使来讲即个社会自由主义。这社会自由主义甲新自由主义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伊会想要去调和即个自由市场甲福利政策之间的平衡。所以吼，伊会想讲政府会当去适当的介入。